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B 林潔心。成功晉級到8強呢，首先真係好興奮啦，好似發緊夢咁樣。因為其實喺星秀嘅頭幾集呢，我都係一直徘徊喺呢個淘汰嘅邊緣，所以其實冇諗過自己係可以行到呢一步，真係覺得好似發緊夢咁樣啦，好開心。同埋我係好想多謝我嘅導師師兄啦，我覺得如果冇佢嘅話呢，我今日唔會企到喺呢度，唔會入到決賽，唔會同到大家講咁多嘅説話，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好好嘅人啦，即係見到我基礎差、資質差，佢都好耐心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咁樣教我點樣慢慢去進步，慢慢去做好，所以而家我一步一腳印，終於行到決賽嘅呢個舞台啦。咁樣決賽揀嘅歌呢，係一首好勵志嘅歌嚟嘅，就好想鼓勵下自己啦，因為我好清楚自己由第一集行到第15集，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艱辛，咁所以好想用一首歌去鼓勵自己，希望自己將來可能無論遇到咩嘢任何嘅困難，都可以回望返今次呢個比賽嘅經歷，只要你夠堅持，只要夠努力，所有事情都一定係會成功。咁對自己嘅期望就係希望可以自己一次比一次進步啦，同埋希望永遠保持呢個初心，去做更好嘅自己。希望嚟緊會有一個更加強大嘅 BB 林潔心俾大家望到。希望你哋可以投我一票啦，拜拜！由而家起，你哋可以去 myTV Super 星秀專區狂碌齊撐觀眾熱選星秀大獎，睇我嘅純享版比賽片段，每一個點擊都會影響我嘅分數，有機會改變賽果㗎。11月2號星秀決賽終極星戰，記得登記 myTV Super， 當晚去81台嘅 chat room 投票支持我啦，到時見。